既然大客的文泉业者去互人发现讲，因的票券拢无信托，所以违反消费者保护法。县府除了是甲这件代志公告伫面册以外，嘛依法甲业者罚3万块。也毋过业者是法冤枉咯，因为因是认为讲这县府对契约的见解是无同，所以决定要来提起行政诉讼。 既然大会文泉红路经营业者所用的票券无信托，抑佫违反消保法未硬注明使用期限的规定，县府认为有问题，对外公告，并且依照消保法罚业者3万，送调解委员会，看是毋是重大违约。所以我们为了确保消费者的保障消费者，所以我们予以公告，让消费者知道这笔票是有问题的。 大会温泉红路有南汤加鲁汤两大池，后面将洗温泉。县府兴建了用 OT 案件委外经营，过去就捌发生业者家己赔无经过核准的预售票，县府就将之合约，强制收回接管，厂商不服，申请仲裁，县府败诉。业者伫去年佫摕到经营权，票佫被质疑。因为我们跟政府是打合约，但是合约上面有争议程序，有争议的程序在照合约上面走了。 那行政的程序不能凌驾于民法。业者法冤枉，公家县府对契约的见解无同，票券信托本来就应该由县府提供，县府袂用单方面认定违反，会佫提行政诉讼维护名声。如果是这样有疑虑的话，我是不会买啦。会担心啊，违规票券。就觉得权益会不会有点担心权益受损这样？会受损啊。并将对大溪温泉红路票券一直有问题，正担心权益嘅受损，因区委完了一直拍官司，对当地员工嘅名声正歹。县府甲业者若是无法度决定解决问题，受害依然是民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